然我未回答。你問人我為何很突然改風格，也從旁細微觀察。你怎麼顯得極體貼，叫我心打個牢牢的結。誰共我天造亦地設，我是舉一個無聊假設。我說我愛你，但你會接受我嗎？雖說這些假設太假，就當我已愛上你，被愛所感化，但有需小心的探測一下。我說我愛你，但你會接受我嗎？可會太令你驚訝？可會害怕？是從前對望時既沒人有問題，也絕無過電摩擦。愛共情於突然間一剎，這事情太難掌握。你怎麼顯得極體貼，叫我心打個牢牢的結。誰共我天造亦地設，我是舉一個無聊假設。如我說我愛你，但你會接受我嗎？雖說這些假設太假，就當我已愛上你，被愛所感化，但有需小心的探測一下。我說我愛你，但你會接受我嗎？可會太令你驚訝？可會害怕？接受我嗎？雖說這些假設太假，就當我已愛上你，被愛所感化，但有需小心的探測一下。我說我愛你，但你會接受我嗎？可會太令你驚訝？可會害怕？我說我愛你，但你會接受我嗎？雖說這些假設太假，就當我已愛上你，被愛所感化，但有需小心的探測一下。我說我愛你，但你會接受我嗎？可會太令你驚訝？可會害怕？